后来，这个国公客运成立20多年来，第一届延前发薪水，上主要是国公客运内部的作业订单，无伫过年前提出着申请，所以政府的补助款无拨落来，才未付发薪水。 社群平台传出国公客运内底公告，本地2月初5要发1月份的薪水，因为受到政府补助款拨钱作业流程影响，有9000万也未汇回来，薪水则无法度拨予员工。团职方工队网友嘛伫咧怨叹讲，过去捌是客运的龙头，哪会变干呢？ 国公客运成立20几年来第一摆发生半发薪水代志，内部的公告批嘛讲，若是摕到补助款，得税汇到当税口座，上半伫咧2月20下晡5点之前含奖金同齐入销。面对国公客运讲的补助款无发，交通部公路局出面赔费用，9000多万补助款，包括地方政府含关公司台湾好行2500多万，各公路局公路客运了钱补贴大约6500万，而且是因为国公客运的内部作业无伫咧过年前提出申请，才会被付作业。国公客运针对其中的2400万已经补好资料，不过另外4100万。 各地的经理也未申请，若是赶紧完成资料，公路局卖用上紧的速度来拨钱。今天北所他们也蛮帮忙的，就是我资料我们今天重新都送件完了，他也审核完毕了，那他今天已经就是拨付就是补贴款给我们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会发薪给员工。国公嘛讲已经收到补助款2400万，告发全部员工的薪水。不过劳动部讲，以劳基法的规定，公司袂当找借口换发薪水，上最扣罚150万。只不过对员工来讲，看到薪水回不来，这是上要紧的代志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